我这个是治安保卫工作。治安保卫？是有关斯坦林太太死亡的案件。伦敦希尔区卡尔夫大街24号的斯坦林太太，昨天被人谋杀了。你们可能看到或者听到相关的报道吧？是的，从收音机里听到的那个被掐死的女人。很好。首先要了解一下，你们是否认识这位斯坦林太太？从没听说过。没听说过？哼，她的丈夫是农场主约翰·斯坦林，就住在长岭农庄，离这不远。长岭农庄，那儿是不是有几个孩子？是。长岭农庄案件，3个孩子。是的，小姐。